人讲召集来，讲啊这都毋是真诶肉，会使食肉，吼，啊伊就先食互因看，但是因为伊咧吞袂落，伊才佫开出来。但是呢，咱师尊伊就是有大智慧，所以咱修学道就是无食啦。袂使看人修行是就是安尼，迄祖师咧因考。啊，但是咱师尊伊就是有大智慧。尊师，但是哦，伊讲伊要巴肚咧疼，真愿意我懂，实修。但是伊爱输赢阵咧，逐个就食。啊，无要去领迄天命教的，哦，迄个简单，就是无遐简单，伊一定爱我当要突破着迄个考验，哦，啊，就是咱师尊师母统领天命，迄阵开始咱师咱会当虎虎同修，伊虽然是讲吼，伊是有名无实，哦，安尼，但是就是迄阵开始了，咱师咱会当在家修行，所以咱即摆毋只好大人好吼，会当在家修，啊，会当互助同，虎虎同修，互助同，大家一家拢会当修行，哦，这是因为是对遐来，哦，啊，所以这是足珍贵的，足宝贵的，哦，啊，若无今仔日讲师咱讲安尼哦，咱迄个时常咧听班，啊，是安怎咱还会当在家修，咱毋知影，就是今仔师你讲师安尼讲了，咱讲哦，就是。师尊师母统领天命，哦，安尼了后，因为因师尊迄间有结婚啊，但是师母无，哦，但是是有名无实，哦，是统领天命，所以咱对阵开始，他会当夫人，哦，夫妇同修，哦，安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今日师年讲师嘛，讲了非常的好啦，因为咱对着这个。白羊山生的这个声音，咱拢真少听到。咱若去到佛堂去，就是讲一寡道理尔，啊，这有时拢无讲着。啊，若无讲着，咱要听到的机会嘛较少，哦，安尼。啊，所以咱就来请咱迄个讲师来做一个，哦，这个结语，哦，请红莲师慈悲。